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7日，旧历的10月17，礼拜二。新北市一间私立的大学，顶个月2个1天内，大概发生2件女学生防军装骚扰的案件。其中一个是要转去宿舍半路，拄到一个男子家伊的下属来献光光；另外一个是沿路港队，差一点就对入去这个查囡仔睡厝的厝内。女学生来报案，警方马上把这个嫌犯的翁仔头通报给各地派出所。这个南口派出所的所长真精哦，到邮局巡逻签到，发现边仔在领钱，这个男子就是嫌犯，随着甲砍起来。这个查证发现讲，这颗不实的已经不是第一届来犯案了。一个女学生倒手挂一个袋仔，正手摕手机伫看，完全无发现讲后壁有一个查甫人伫一个帽仔沿路一直甲对要转去睡厝的所在。而且这个查甫人伫11月14半暝伫学校门口，就做一寡无正经的动作，佮讲话骚扰这个女学生。暗时9点，佮继续犯案，出现伫校园边的社区，对这个女学生。加在这个女学生发现了，赶紧走去找厝头家，飞去派出所报案。我们都是锁定她的衣着特征，与她的那个身高身形，那所以我们在签询的时候，同时也有要求同仁，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多注意类似特征的男子，并做盘查。警方调监视器画面，掌握嫌犯的外形。3天后去邮局签讯的时，都发现讲嫌犯伫领钱、清查外形，拢甲通报相片真实。且等于做笔录，伊嘛承认有犯案。一个调查竟然发现讲，伊无透露进前伫台北市就做无正经的动作，和警方函送过。唔知影要悔改，继续对女学生下手，将伊依照妨害、风化、甲社违法送办。